大家好，我呢個頻道係全 YouTube 第一個講悉尼楊蘭蘭車禍嘅中文頻道。我出片出咗成個星期之後，啲其他頻道先開始跟風，但講嚟講去都係冇嘢講，攞嚟講。順帶一提，我而家住嘅屋，其實以前係悉尼一位區域大法官嘅屋，而且從我老豆到屋企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成日做法律相關嘅嘢，所以我對澳洲啲案件都特別留意。咁我哋就一齊睇返一條真實新聞，了解下法庭點做判決。Speeding and swerving straight into southbound traffic, a head-on smash followed by a fire emergency on the Sydney Harbour Bridge. Whoa! Whoa! A desperate race to free 3 drivers before the wreck erupted into this. 呢宗新聞就係幾年前震撼悉尼嘅一宗嚴重交通事故，主角就係呢個大約20歲嘅契弟 Christopher Walker。佢吸咗冰毒，先喺悉尼市中心搶走停喺路邊一部車嘅車匙，搶嗰陣仲對車主大聲鬧：滾開，唔好再埋嚟，唔係嘅話我殺咗你。之後佢高速駕車衝上悉尼海港大橋，喺橋上橫越3條行車線，迎頭撞向由 Andrew Cheng 開嘅車。法院裁定 Walker 罪名成立，判佢入社區服刑2年9個月，即所謂嘅社區密集監管令，到2026年11月18日屆滿。法官 Justin Smith 指出，事件造成嚴重傷勢，尤其係 Andrew Cheng 身體多處骨折，要做多次手術同長時間住院。法官話：呢鑊嘢唔係一時疏忽，而係完全放棄責任，因為 Walker 承認咗為搶車而襲擊同危險駕駛導致嚴重身體傷害2項罪名，佢嘅刑期獲減25%。法官亦有考慮另外2項控罪：魯莽駕駛導致他人受傷，同埋駕駛時體內有非法藥物。Smith 法官指出 ，Walker 事故前係品格良好，無前科，但自細就接觸過毒品同酒精。佢獲保釋後主動去做戒毒，表現出真誠悔意同值得肯定嘅努力。法官話：我相信佢講嘅懺悔係真誠嘅，而且佢對自己嘅罪行已有深刻反省。Walker 喺還押6個月後獲准保釋，開始佢嘅戒毒計劃。Smith 法官認為，如果佢喺社區服刑而唔係入獄，佢更有機會離開毒品。簡單嚟講，判決結果就係佢有罪，但唔使坐監。佢喺法庭行出嚟嗰陣仲話自己已經成長咗，準備做老豆啦。你老母，呢啲垃圾都可以咁行出法院？佢個名叫 Walker， 真係行俾你睇咁款，離譜到爆。咁而家再睇翻楊蘭蘭，佢應唔應該坐監？呢個真係值得諗。就算佢有錢係佢自己嘅事，關澳洲政府、中共政府咩事？啲華文 YouTuber 成日喺度講嚟講去，我覺得與其跟風港人八卦，不如真正去了解澳洲法例同社會現實。